洪家宏自动化机械公司12号伫台南桂田酒店举行6轴精密型机械手臂发表会，业者强调，这台机器是目前世界上上精密的设备，有个未来将伫业界引起轰动。洪家宏6轴精密型机械手臂揭幕，机械4.0，工业4.0，洪家宏最新产品，掌声鼓励。这台由洪家宏自动化机械所研发出来6轴精密型机械手臂，4月12号正式发表，甲大家见面。这台机械手臂用5天的时间研究设计，开了2亿新台币研发出来，而且业者表示，这台机器是目前世界上上界精密、5x1上界小的机型，而且介绍。比国外共型机种计效阁较低，未来将会运用伫各类型精密的组装，应用的范围相当的宽。目前到现在的话，我们这一支是全世界最精准的机械手臂。那它的特色它的特色就是因为够精准，任何一行业它都可以去使用，那速度跟轻巧跟价格，我们都比国外的一些机械手臂来的价格更低，那精准度更高，那搬运操作又比目前的机械手臂更方便。这是目前我们发表这个机械手臂的它目前的一个特色。未来行业就是 iPhone 的一些手机的组装业，现在目前都是用人工在插件。那这支导入之后，它是目前我把它设定在这一行业，一定要用得到的东西。那目前全世界没有一家可以在这种 iPhone 手机组装业导入机械手臂。那洪家宏今天研发这支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是要突破这个传统，踏过这个门槛。洪家宏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穆建伦本身就是台南人，公司团队即届研发出目前世界上上界精密的6轴精密型机械手臂，也互因成为真正的台湾之光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PP 宽屏120枚，每月只要888，让你一路畅快爽飙网。伴随送1000元购物金，还送超值 HD3，快拨打电话订购。双子星4128812，3冠网4128833。